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80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創造空間。今日我目標係要係要咩啊？係要玩到盡。我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好有趣，好識溝通，好識表達，好識處理自己嘅心情，有手有腳，有心有愛心。有我感覺我有心有媽咪有爸爸有婆婆有屋企有我有玩具有愛。拜拜。好感謝阿仔陪我相處，陪我溝通，攬攬我，錫錫我，話俾我知佢好愛我。我好感謝我媽媽俾機會我更加認識自己。我好感謝我老公可以陪伴我，同我一齊成長。我好感謝我嘅朋友陪我一齊玩，同我四圍掃。我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越嚟越進步。咁樣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。如果鍾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